为民啊，吏部公子去世不？见你美貌，举动了心。今日里天子良缘，皆为哪个巧？况且我为家祝福啊！妈咪公公新年庆，福也乐意笑出声。你尽管骂我！嘿，莫让你离不弃姑娘，人来头我将比他10分。你不顾小小礼不上世子，可知道我家小姐是当朝宰相的女千金。你上当官府乱营，你送官府要你的命。官家子弟无凭，一请皇冠继承，须为金手去计较，书记带路为父们。原来你就是李小国的千金。哦哟，姑说是名不虚传。相国今在前往相府，他没拒见，被他拒绝。今朝一路相逢，岂可放过李家阿妹呀？李家阿妹真漂亮，可比是玉里长路总点将。阿妹呀，我正托妹来求婚哎，为何不肯将郎？小子们，有，快看呀，如是不的。是，如是我家公子的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我想与你家小姐攀攀亲眷。哎呦，阿妹哟，你我父亲又是同乡，又是私交，哎，你我兄妹之间亲的，有什么亲？快进我滚开！再这样，我可要喊成了。汉神在这西安府的财官同我收押的是小子们，有，动身。是。你进我滚开！是谁？小妹弟，我劝你，果真是上门去见，休管他人我上呸！平日里你一丈夫事还算了，今日里今日举中抢姑娘，实不见去早滚开，休怪我上权不可当。你尽管到我头上拍长亭，实在猖狂就将你
年朝不图其利，奇怪，路见不平，理应相知。这位英雄真姓大名？大吉。万生名冠喜美的，本是属相后代根。家道中路子不易，3年里无与媳妇。今生常与生华山，泪酸路见抱不平。哦，原来你才是谢公子。哎呀，怪不得谢安府人人称老公子见义勇为，真是名不虚传。我家小姐乃当朝李相国的千金，既蒙公子相许，理当拜谢。原来是李小姐，小姐请何时为夫，免得误则临起风波，小生就此告辞。公子吕布，常言道举人举到底，吾自命上人今晚必定，万请公子扶送一程。此次一同下山去吧。多谢公子，小姐请。公子请。我山下有草，新走墙梁。谢公子因呀你，见我为难。叹世间少功利，算恶不分。几位困啊，称兄万，理所应当。听其言，观其影，落落他方。暖子怀真英雄，下你心肠。他知他前途凶险，浪风狂，女子女子苍天暴雨亦难成前面已是康庄大道，小姐请放心为夫，小生失陪了。且慢，公子，此离李府相府不远，万请公子同到府中喝杯茶再走吧。多谢三军相邀，容我改日再来拜访。此次薛公子亲自闭眼，薛公子多保重，前程安康。
为随他去哩。公子，妇女上山来进香，回家途中被他抢。嘿，他欺负本地父子俩，不完账将他的呀与何方？小老五从不向你结姻了，你恩兄恩嫂铁不了。老一子，你问我地了？分明是你一炮无业，还不放了他的女儿。小妹弟，难道你不怕死吗？路见不平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小妹弟，刚才我没有带家伙，吃了你的亏，死计。哦，呀，弟弟，我可不怕爹爹，小子们，哟，与我上！上！弟弟。哎呀，弟弟，你啊！尽管英雄杀身，傻傻的该死！小公子，我家公子已是上所父岂肯与你罢休啊？不夺荒淫无耻，凌辱妇女，我为地方之黑，理所应当。我家官告四堂，小公子，你还是快快投身去吧。大丈夫管住管大，我是盗贼，岂不连累他身？老爸，这里有文银无量，你说去离开此地，那你，我往西外府衙门投案死审。小姐令我买脂粉，弹着剑，骑上顶层乱腾腾。三府真君神色间，看来一定有几分。弹着剑，一对的衙役远远来。要的是恩人许美婷，非知他犯了什么罪。王岁伯来是分一分，王岁伯，不道是谁？原来是陈草大军。王岁伯，谢美定是个爱当不平的好人，他犯了什么罪？他一拳打死了吏部尚书吴公子，犯下了命案啊！打死了吴公子，哎呀，好啊！为民之黑，真正大快称心。好什么好？这可是死罪呀！哎，王大人，谢美定英勇无敌，你做得了他？小妹定乃是个官守官当的大丈夫，我还未曾官到，他就是来投案了。哎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哎呀！曾听此言情景，谢公子当时糊涂凡事应，眼宽恩人父
我是关到广场看看知府，真盼听。来了，夸夸出言，夸夸出言。卑职迎接高明夫人。这股狂徒，但管当时我儿，把刑具不用食了无知府。夏国贼，快将这杀人凶犯当堂赐死，以偿我儿之命。这什么？当时是查分，是与本夫人承担。有高明夫人承担，夏国王怕什么？夫人，我就来他一个当堂当死。替夫人小冤家恨，只是他亡国之身无必彰显，连少时也不为这句。好，只要你替我排了此事，我即刻写信告知我家老爷，非但不为这句，还与你的好词。是，来，带些妹的升堂。谢妹的有礼。大当谢妹的，吴公子可是你当时的？是我。你因我当时吴公子，还不快快从这找来？不必多问了。是，不必多问了。来呀，你我狠狠的打！
骏马。毕竟身份先用大印，请问大圣，你可知王法？自古杀身丧命，岂容易强别？嘿，你中央灭子何作为？王以重死，因为受害百姓其之怒，将他当死于红尘。你这狂徒，当时生命，万世负财。今日我却要你将我儿偿命。是啊，杀身上面，王法上面，就也这么叫。来呀，我狠狠的打！且慢。你是何人？与我私闯公堂？哪里来的丫头？滚出去！是，滚出去！且慢，大人，他乃是李相国千金身边的贴身丫头，名唤陈草。李相国千金的丫头，你到此做甚？我得来公堂宽府的大臣审案了。一个毛丫头懂些什么？一个毛丫头懂得什么？大人，我是奉命而来。奉命？你是奉谁之命而来？我是谁呀？是四川玉神喽。李相国在京里，府上只有小姐。对呀，我就是小姐叫我来的。什么？小姐叫你来的？是啊，小姐不叫我来，我管来嘛。小姐叫你来做什么？叫我来看看府的大人审案，到底审得公不公、正不正、清不清、明不明？本府审案向来是有清有明，哪有不公不正？那你为查案件先用大印，这也算的是清，这也算的是真吗？这不是在问吗？小妹弟。你以我当是五公子，还不快快从这走来！大神，不渡江江早有理，我好言相劝他当无语。仗是英雄和民女，我为命运此恨，把真情。先当死了民女，原来是五公子先当死了民女。王下，大人，可有此事？哎呀，大人，民女张有莲路边断了纹，凶器是宝剑，深深2次分。无足以验明，欲可都作证，可据贼夫啊，愿望是脚不定啊。是，刁民奸诈不可怪，靠杀身放下人间，小民一时后做到，我儿生命大是天，不法后分关于奸，王子杀生死难言，生理是理不上四次，不法岂有神情？你这个杀人凶犯，我儿乃是亲自虐言，你如何管这胆怪英雄？是啊，五公子早有差错，是以本府逼过的，与你何关？你算是英雄谋王法，这不从你就把那我了得了，与我压下去。吴知府，你到底要将那些美丁怎样处置？当然是从严举报。照我看呐，这怕不能从严，也不能举办。为什么？吴知府，你是朝廷的官啊，还是吴家的官？阴谷草，马恰也香肠，一个毛丫头懂得什么朝廷官、吴家官？一个毛丫头懂得
什么朝廷官、武家官？莫看我是个小小丫头，就连一根小刺我也挑得出来。富家的那个出身啊，一天到晚只听到他强抢民女，妄淫不法。你做父母官的耳朵不聋，眼睛不瞎，生病百姓叫苦连天。你既是与孤执法无私，既是与孤为民伸冤呐！你放肆！我儿终于查出，在这公堂之上，要你李府一个丫头来督管严事。丫头怎么样啊？与理同赢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丫头却不能到公堂上来了。那么你既不是大老爷，又不是小工厂，怎么你也到公堂上来了？难道是许在公堂上颠倒黑白，就不许我来分清是非吗？这丫头的嘴巴好烈呀！谢美玲，当是我儿，难道我不向他偿命？这有一命第一命，你儿子当事臣，难道我要两个人来偿命不成？你躺吧！丫头不知怎预备，高明你先夫继位，实非快你之人命，叫你先前点先亏。小小高明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你还管杀我生气？难道我去打？哎，负责些喽，负责些喽，哎。好，你当呀！2年也不管当，你这高明夫人的威风啊，还是拿到别处去使吧。对我这个丫头，你倒还要讲些道理。好，我不与你这丫头斗讲，伍知府下过去。我家老爷与李相国，即同乡与同朝为官，实是金殿相见，情深意重。于是相国在家，也绝不会贪污凶犯。是啊，谢美的李相国非亲非眷，哎，岂会帮他说话？伍知府，哎，你要当机列夺。当机列夺。哎呀，当机列夺！来啊，慢！伍知府，你到底还想不想做官啦？做官！哎呀，趁朝大吉，谢美的李相国非亲非眷，要你来督管什么意思啊？非亲非眷，那小姐会叫我来吗？哎，这话倒有点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是李国老姓谢，还是谢美玲姓李？谢美玲说是李国老的儿子，我儿也是，也去做怕。谁算不是儿子？那一个儿子差不多。什么亲？是讲啊！什么哥？什么亲？什么哥？讲啊！讲啊！讲！是姑爷。来往，心中别跳。看来我这头上无纱，要两节别人，两节别人。伍知府，李国老没有女婿，分明是他无18套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儿不去见相
亲哪有什么故意？陈超，你说小妹的是李相国的女婿，此事到底是真不是真？哎呀，是真不是真？哎，你管到谢公子一根毫毛，你去试试看。哎，你去试试看。哎呦，伍知府，快将谢美定和我当死！伍知府，快将谢公子好好释放。我当死！好好释放，好好释放，好好释放。你们一个要打，一个要放，这叫我说什哦？伍知府，你是听着丫头的话，还是听我高明夫人的话？多少是听高明夫人的话？伍知府，你是听着夫人的话，还是听我家小爷的话？当然是听小爷的话喽！真是气死我了！我的神爷，将这前生与我狠狠的打！哎，还当起我来了！我陈超虽然是个丫头，但不曾被人当过。好，今天我倒要领教领教你这高明夫人的威风！与我打！不要闹了，不要！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！哎呀，不要闹了！哎呀，不要闹了，不要打我！哎呦，王熙，大人，你看这是怎么办哟？哎，大人，上次秀美定果然是李相国的女婿，那你还怕他什么呀？你，哎呦，背着不管，背着不管。伍知府，吏部尚书正是你的顶头上司，待我修书一封告知我家老爷，看你这四品官做得成，做不成？为夫。王熙，大人，此事难办哟。什么难办啊？小妹的这是李相国的女婿，人命我再大，也可不了而了之。仔细想来，李相国一向在京，夫人早已放过，这是谁替小姐定的亲呢？莫非这丫头混在公堂之上，冒称故意？待我带陈朝一起，送到小姐面前，当面一番。无能自负偏居地。
息，哎呀，假消息，是说吕谢堂。见小姐，哎呀，见小姐，虚实团队讲。新交集，陈草不知忙。陈草，哎呀，陈草大姐啊，你倒是快点跟上啊！哎呀，吴知府，你是身带着叫空手，我两只脚在后面跟。哎呀，你叫我怎么跟得你上呢？好，那就让你在前面走，本府的轿子跟在后面，可好？这衙门，让开路，让陈草大姐谢意。秦国老，你怕我往上攀公当成亲不用忘，撒谎过了严刑关。相夫千金非等闲，要他程序实艰难。唐僧知府知根底，公子请客上君前，我今年太难，事到如今难。哎呀，陈草大姐啊，你怎么又不走了？我走不动了。停！哎呀，陈草大姐啊，此事关重大，下官坐立不安。烦陈草大姐当起精神，快走吧。你急什么？哎呀，这是姐姐方偏偏让慢郎中，陈草哎。慢不得了，好吧，吴知府，那你先走吧。陈草，是你在公堂之上知天知地，认下来你是姑爷，是其本府叫你带入到小姐面前对过实证，你却这样慢慢腾腾、拖拖拉拉的无言示人，哈哈！莫非你在捣鬼，哄骗本府不成？吴知府，你说话可要当心。堂堂相府小姐，岂能冒充姑爷？既然是此，那就快走吧。好，走。
你责怪我官守，负了公子心我沉。我怕苦长虽受尽，了无一尽，把难关问。陈闯，你接好了，我要追了，快追嘛，快追嘛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怪他自负心思问，我特意人间把计。陈闯，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什么一回事两回事的，反正今天啊，我是追不动了。这天都快黑了，好就好吧，明天再说。你不诚心在刁难官府吗？你老爷，这饺子不是会空着吗？不对，陈超，今日本府把饺子娘家的手带着你进相府。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为国亚队所在你知府大人的轿子里备身宽肩是要笑话的，不说。谁笑话你呀？在这轿子里面这么稳稳当当的一坐，我在外面把轿帘子这么轻轻的一放，外面看不到里面，里面看不到外面，才知道里面守的是小小丫头。这不是连旁人都莫问过去了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丫头坐在你知府大人的轿子里面，稳稳当当那么一坐，再把轿帘轻轻一放，里面看不到外面，外面看不到里面，谁知道里面坐的是一个小小丫头？哎呀，有了！什么有了？知府爷来提醒，一定要救济梦传神，且将1万摆小计，莫问这无度知府不出神。陈朝大举，请上轿吧。既然知府大人一定要将我上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，吴知府下官在。是黑了。陈朝大举，请上轿。明路开道，明路开道。去家喽。今朝好天明，知府做跟班，为见西公子闯关，再闯关。为保护沙帽，神气腾身，一心盼告知，何妨感动转？何妨感动转？
朝大计啊，你怎么一声不响就要进去了？怎么你要先进去？请。相府门口三尺金地，非正同胞，齐国金上。但陈朝大计，借去禀明小姐一声。那你就在府门外等着吧。是。陈朝大计，陈朝大计，务必迅速一点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快呀？我家小姐未见客人，要弯弯庐山，串串君子，慢慢香氛，打打胭脂啊，没有一时也得散客。哎呀，你这件没有用，安安心心在这里等着，小姐几时传接，我几时来请。是。这是据陈朝使团三尺剑，见小姐时常举从天。为非洲的横淫霸道，将他当时之称也是个英雄。这样说来，那还是个英雄，是算是个英雄。小姐，你可知道当时无毒的是谁？是谁？是那薛梅婷。薛梅婷，他有当时无公子。小姐，无毒猎枪张月莲，预备公子来长见。他们心才聚恨一起发，实可怜命运一命丧王前。
今谢公子已被徐安府拘捕而去了。薛公子一走即下去，小姐，小婢是在上街买线，看见官兵押着薛公子，押着府衙，因此小婢跟进府衙看看。这前姚高明在公堂上耀武扬威，无知负他。名将公子，我当时在堂前。哎呀，陈超，公子与恩于我，事情遇难，你要想个办法解决他才是啊！到现在想办法，只怕公子早已死于半夏了。小姐，此小婢已是心急把公堂闯，才是公子特他先。好一个聪明的陈超，你有几句公子？我和公子认亲了。对。他与相夫成了情谊，让他自负也不管偏私。小姐，我知府是我看清醒，他定要亲自来看一遍。我知府已在府门等，专等小姐把话言。为君英雄全真情，这也不算于礼仪。知府在门外等，为一妻从军，与他相扶，往来并难解知府心。就算相夫所忠诚，怎奈公子心血不心理。昨清晨算有远近，我与那高明夫人曾相争，这有近亲才真得意。到底你把我亲此算是弟弟亲亲相近的人，难道你把兄妹称非兄妹，恰比兄妹还要比兄妹晚亲，那是什么？是呀，陈超，你到底生了什么亲啊？什么？你讲啊！我父内将他当过一生。陈超，你生了什么？姑爷。传官司转心开言，倘若传闻外臣知，叫我是何见臣面？小姐，去话家法是后，去话家法是后。叫你当他。
小姐生了一个姑爷。姑爷，哎呀好啊，小姐。陈超，你这个贱婢，尽管在公堂之上心怀是王夫言论语，况我不当你。哎呀，小姐，算了算了。陈超，你真该死！别的亏神，姑爷怎么能乱审你？陈超，你倒试试看，你审的那个姑爷长得好看不好看啊？去话，长得好看不好看都不关我什么事。这审一审姑爷有啥要紧？又不花银子，又不费力气。要是个陈超啊，虽是千生万生，我也管成。闲不下，抬瓦山上情深。去你真把名评，今日里该是真报恩事，强原来陈江城，早求经啊！小姐，这样看来，你去审他一审吧。哎呀，菊花，你晓得什么？老爷在朝官居阁老，一城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请外甥乱报此情，唐杀弟弟归罪下来，要谁担承？小姐，此次看来，一时机是情愿的，只怕老爷不肯。陈超，事情之父却在门外，我看你是何水上啊？那很容易，特区我那个糊涂的知府说，谢美丁不是我家姑爷，你要将他剥皮、宰割、熬鱼，都与我副官。这样薛公子以为怎么想你？管他怎么想，眼才的人啊，个个都是没良心的，今日虽恨，明日白义。谢公子平时居了别人，便尚且知恩不报，他就是天下的大傻瓜了。我一个做丫头的，又没受过人家的恩，要我来费什么心？这为知府的瓦缺。哎呀，小姐，他醉了，陈超。回来是回来，陈超，你忙什么？话因恩别离心，离离在眼前。眼看他在林中，心惊胆忙趁草场公堂杀下难关，政府须飞儿行。其余事传，女儿家冰清玉洁虽端庄，那款非凡成才，非是我管州为你配，府内里方难从全，要我在知府面前陈词。小姐，不与人生也不容。
此今小姐不成，只有你成。我不来，好端端的去是那个姑爷做什么啊？谁叫你去生姑爷来？去话。端起小姐的架子，告诉她姑爷是真就完了。哦，只要端起小姐的架子，告诉她姑爷是真的，谁完了？对，谁完了？这些便当。胡知府，身在相府，只争低头，不争抬头。却是为何？我家小姐脾气不好，不许增加退款。只要退款呐，哼一声就要死。好鬼的脾气呀！哦，我记下了，凡陈朝大计这帮多多用心，千万叫小姐这个狠事少狠为妙。那是实在，请。小姐在上，希望之福举有礼。胡知府，下官在。今日到相府有什么事吗？小姐在上，下官有事不明得的到府请教。叫你问，你是问不了，我告诉你就完了，啰里啰嗦做什么啊？这个小姐怎么这样粗糙？哦，这一五公子单氏美女张玉莲，有些买点路见不平。原来陈朝大计是姑爷是真，是不是真的的？到府请问小姐身，还望小姐不吝下告。对呀，西北里这是小姐的姑爷，小姐的姑爷吗？谁是我的姑爷呀？我就做一趟了。你官跨为夫，将他放了回来，不算的话，且行告诉老爷，称得起不离的皮。胡知府，你毫不畏惧，身在相府，你的头像乱钟一样，居上与落下，落下与居上。哎呀，陈朝大计，他分明是个丫头，你为何叫他来欺骗于我啊？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小姐？但小姐乃是大家闺秀，举止端庄，她分明是个丫头。由此可见，西门町并非相府姑爷，但我为呀从年就把变了。胡知府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小姐，小姐在
上小王子父无君有礼。父亲大人免礼。父亲大人免礼。真的真的。去话困手。谢手。父亲大人，累意我已知道了。须知为民知他黑，远方贵妇兵因公断。小姐，这一下官官卑之小，我儿不能自断。父上书宗旨行凶，朝野死于公人，他曾兵工决断，何惧之于？小姐，吏部奏章当下官，将调整兵工断，实非过劳东藏虚。那的天威因为权，请问小姐，西门的是非贵妇东藏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知府小夫小姐是这样答应你，你还要讨个问题呀？哎呀，陈朝大吉，这非小姐亲口出信，哪能得到无上司律？小姐，相夫女婢，岂能偏你？呀，小姐既然是下官，就安心为俺变了。陈朝，那真的是小姐吗？难道我有家底不成？他是家底，难道我是真的？陈朝去话，挑起之恋。是。他的小姐办件大事，真三生有因，三生有因。想不知道，别让生我官者，死我贱贼。哎，待我写信报与想不知道，免得无上司常来毒死。小姐，下官告辞了，告辞了。我知府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难道你还要反悔不成？你不听见放在知府舌头，要送信之金报与老爷知道，堂上弟弟归罪下来，要谁担承？常言道，吹雪夫难免要见公不面。事已至此，不是过关斩六将，我们只必一同进京面见老爷，说明真相。好啊，去，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好了。你自己在知府面前连女婿都认了，自己你呀，自己在老虎腿上上得去下不来了。小姐，是道是行，你这一官只当到底，说不定啊，作为农家承罪你。小姐，你这个死丫头。你这个鬼丫头，你这个傻丫头。
派王随北前来拜见。哦，西外府查城来，定算有因。快快传见，王随北觐见。欢欢喜喜关到京，听我老爷报喜讯。王随北今日相爷脸色不好，定要多加小心。相爷在上，小夫随北往西拜见。王随北到此何事？奉辅政大臣之命，有诉上达相爷。陈少来。是。西关知府登随北，携身换成慎重会，几位相扶乘龙须呀，西外府是当迎亲台，当时无道派夫差，何时成婚送进来，被子官消防定理呀，会怕离梦死腿。好一个无毒的知府，真是此生受梦话。相爷，规矩什么规矩？规矩宣没定，把这该死的无上士公子当事，此内误传失守，相安府已经查清完尽，将规矩招待得十分随套。哼！恭喜相爷哦，谢相爷，规矩贼貌双全，英勇不已，宽臣自亏。你可去千言万赞而听而传见。是。相爷，启禀相爷，我家小姐与陈草来了。啊！吾知府做梦，难道我儿到此也是做梦不成？快快有请，请小姐进京。一旁快速看见老爷，起来。儿啊，你们三人到此何事？女儿心中思念弟弟，因此特地到京看望弟弟。我儿倒也孝顺，那知了思念还有什么事吗？玉帝，这位东家认真。是啊是啊，相爷在京，官居宰相，年纪高龄，只有这一个女孩，该是多么疼爱呀！恩是要疼，爱是要爱，只怕世道凌乱，也就舍不得了。老爷，此经小姐在家，恰被人欺负了。后人世事大胆，还欺负你家小姐？弟弟呀！千人万缘太华山，偏遇浮屠江儿翻。他曾以林中是吊销，为儿去婚心不安。
啥时哈，不老的女孩后生出门，她尽管愿意非礼，对百姓就更不用说了。要当就当，要杀就杀，就像土皇帝一样。那我儿被他临死之后是何不成？老爷，已与他西来定来结为，孤正于公惜美听。他面貌可亲，则文彬，富以强能的完成万佛经恩。这是个文武双全的应用，西安府百姓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呢？哪个将你在老爷面前夸奖惜美听？老爷，是因为他是小姐的大恩人，路见不平把刀子。老臣，他与我从无关的不断意。那就请他去相府我哟。玉帝，我们叫谢公子到府上喝杯茶。可谢公子说，高居人也。谁与他事不便奉陪。此刻，弟弟，你为何生他们欺你？弟弟，女儿在家被臣欺负，亏兄妹定相聚，方才陈操群话所言，都是实情。弟弟，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儿啊，爱情非女乱腾十二程序惜美听，礼服为官举且平逆，岂用违法锁门庭，必听此起彼一话意。今则庭要下法印，老爷的兄妹定这是玉冤，杀人凶手冤从何来？这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原来老爷同那个西安府的武知府一模一样。听着陈操上西跪在地上，老爷要当要审，我都服冤不悔。你可恼，可恼也！小女在家负身，关进关传是什么？臣之错。家法离你千不顾，海外门风难思我来问你们，是谁在西王府公堂之上将小妹的称作姑爷的？是陈操，是菊花，是女儿，是陈操先生，是菊花先生，是女儿，菊花先生。哎呦，好体面，好光彩呀！老爷，常言道，为官要讲理。启蒙老爷，我都当时明月张月圆，谢公子路见不平，为民自害，好才之语。弟弟，兄妹听无才，无才。
是在杨高明在公堂之上为仆之夫列别谢公子，受小婢所知，关谢公子得具小计大恨，将事后是好。师尊知恩报恩，举臣一命。这闹陈朝，无非是个小小丫头，有何办法？弃相夫之命，当一当吧。因此闯了公堂。谁知宣父一意孤行，要将公子列别帐下，切切之下，只能拘得公子，故而陈朝暂且省亲。识破美尊，却殷勤压他，也是测试府内。你做的好事啊，弟弟，女儿并非苟且之人，不过为举臣一命。弟弟，为何是此不能见谅？非是女儿意愿来自，举臣心境不容置，是故杀生委屈你，还望弟弟在三思。我父为官，哈哈有名，天之事十分依从。你乃生身之女，尽管师出府门，他为家风，此事全算不能。下元去问王四宝，弟弟一月时候，并西二府从营去寒。弟弟，老爷，老爷，前去。一封书信18行，殷勤奋起写家郎，套路生存是无趣，老夫不去他东厂，随父京都迁农面。升官配宴奖励上，相爷，王岁为才这封书信命你专家部之父，命他召集营事，不得有负。弟子故也。休得多言。你可去张庄领取破说，明日是为西王府去吧。是。小爷他必回家回，举把人送进了鬼门关。山上小姐将情意，府内相爷心事谈。谢公子你为何成了对，算你到了没？过非陈朝西番，把闯堂遭了当，空与高明断了罪，到时今全套做成等谁赔？
家小姐，这一位陈不成捐款你们运气了。如今是富贵怕门开，谁看这一番？王水杯，王水杯。陈朝大姐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啊？王水杯，我家小姐听说你明天就要为西王府去了，等命小婢前来请你，有些话要吩咐，有些东西啊要带回去。陈朝大姐，我奉夫正他生之命，上京来替姑爷报信。唉，一段高兴，上京来，谁知功劳连是兵，先了为数，教为群，不知其中是何意。哎呀，王水杯，我家老爷的脾气啊，甚是古怪。脸上高兴时啊，心里总是在马虎；脸上难看时啊，他恰高兴着你。哦，王水杯，随我来。是。大姐，这里是什么蔬菜呀？只看的别是牛气的蓝罐，花动雕梁，真是富丽堂皇呐！这里是雨边嘞。陈朝大姐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？我还是快走吧。哎，王水杯，王水杯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小姐，陈超。这乃是当今天子赐予我家老爷办理国家大事之处，内中于此抱负众多，并常于朝廷之高，凡生无尽此类，听赞不少。你怎么带他到这里来了？小姐，我，陈超叫王水杯起来，与我在此，不用惊慌。王水杯亲戚，有我家小姐在此，你不用害怕。哦，王水杯，小姐，故乡在边，一丝归，礼品几件，清代为吩咐童儿思应付，寄员工梨花归，分享不必天理去，曾来燕子向暖归，殷勤问候父子父。有一片关为。叫陈草将礼品交手陪，让他早去莫惧退。陈草晓得，小姐走了，我也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哎呀，哎，王水杯，我家小姐在了，与我在此，你不用害怕。哦，菊花，菊花，
翠花，你到门外去看着，这是老乡爷回来了，一边大声地咳嗽。我晓得。王水伯，这里有一座草文台，内有一封信，关进婶婶已经演我，婶婶演我交给李家娘娘，这封信交给官家李勇。哎，王水伯，我家老爷写给武知府的那封信，你方才方才这里这封信关系重大，我很小心。哎，让我看呐，也一起放在招文台里，免得弄丢。哦。王水伯，这里有100两银子，是我家小姐陈经理的，也是做路费，20买礼物，也一起放在招文台里。到底是相夫千金，度量大，为体贴身，好小姐，好小姐。王水伯，送进夫家奶奶。太奶奶谢上。知府团有功劳，曾经以前吊臂旁，对夫人谢上。再送你几瓶老酒相公平。一定来还你用毛。王水伯，这是京都带来的糕点，也一起送给你家小少爷。谢小姐，谢小姐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爷回来了！老爷回来了！哎呀，我命休矣！哎呀，我命休矣！哎呀，王水伯，你快去读一读，你快去读一读。陈超，快快出席！是。一封书信是把，引进门儿学家喽。道路深川是我需，老夫不去他东厂，虽赴京都，见我面。升官配银将你赏。小姐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弟弟不胜此情，命将公子手机姐姐领上。哎呀，切切切，是穿金，应宽公子明朝新。这真是颠倒河把小是非呀，亲弟弟不肯去
钱。是啊，这信能不能给你？老夫不去东藏区，对付京都见我面也。小姐，什么叫做首府？谢万府乃是山西首府，是首府，是首府。我不将夫子加添一个光字头，改为首府京都见我面也，这岂不是取了小公子的名吗？小姐，婉约一句。老夫不去东藏区，老夫不去东藏区。对了，当朝李世民被金魁关在暖牢，徐茂公失所内，不是暖牢。李世民的博士加上一横一竖，改为本事。老夫本去东藏区，老夫本去东藏区。好啊，小姐，那我们就这样办吧。陈朝比年子。套路沉船是我心，老夫本去他东朝，首府京都见我面，升官配银将衣裳。这下谢公子已去了，小姐，这一次啊，可真的要东家成真了。恭喜小姐，恭喜小姐。翠。王水杯。陈大姐，相信他已经走了吗？相信他已经走了，你说错定律，切莫停律。快走，快走！辛苦了，此番经济事情办的时候啊，大臣，此番经济他得意，万岁而归，落无边。乡野亲手写为书，小姐送你许多礼。什么关于礼物，赶快将我拿过来。大人，礼物已经送到二衙府城那里。哎，好，好，哎，香一点为数，先快香一点为数，为数在此，为数在此。一封书信400行，严禁分级写家郎，道路人称是我是老夫搬去他东朝。对付京都见我面，升官白眼将你上，升官白眼将你上，嘿嘿，哈哈，老爷要升官了，老爷要升官了啊！
为这此番进京，相爷招待的甚是应景。临阵时，小姐得名春草丫头，请我在女别楼相见。这女别楼乃是当今天子赐予理想国办理国家大事之处，楼中青色的宝物众多，庭场朝廷之高，凡生五经之类，定赞不少。小姐要我千万下大声道谢，一款一张好长的礼单。哦，这是小姐的恩典。大人，相爷送我路费，小姐还希望送我100两银子。100两银子，王三伯，大人，你此番进京可是满载而归呀！大人，王三伯，大人，你随了小姐的赏识，就该为小姐好好办事。有请谢公子。是，有请谢公子。在饭当中送上饮，安置之中别无阿言，心中串串外惊天。谢姑爷，我郎真肯便不行。我乃天下之举，此次相待，恰是为何？哦，姑爷言重了，言重了。起初相国不知多有德才，但望姑爷识才。我并非李府什么姑爷，既算出了生命，他见天儿此子，何必装腔作势？姑爷不肯讲李府之事，真是偏得高尚。听姑爷话中之言，心中常有余愤，是此千万莫是相国为难。我一出堂就看出你是相府的姑爷，你今日不认，我也不敢相讲，我们彼此心中明白。见此情，心中疑，与小姐何曾把情提？开华山上谋一面，不劳东去迎西飞，花影相聚平常事，恰叫小姐费心机，深情和你相负女，命应是比情一样心。请你来接。谢姑爷，你看看，这是各老三月三府京都见我面，便有白言二字，何况小姐正在京都，岂非又要与你们完婚之意？请与本府一同进京，见了相爷都有特风。你去攀我负罪，就该将我释放才是。买定四海可以为家，后续杀鸡。要是相爷向我要神，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？要我上京，万万不能。好，上京之事用从长计议，请姑爷耳听，谢谢。小姑爷，请。
王随备，大人，立即准备采集8月，上司归须上京4时，归须上京，送姑爷上京。进官当家，命他上京。胡知府，我儿此事是何决断？你儿当是民女，理该上命，还有什么决断？哼！胡道知府太偏心，关于天官相抗，我家老爷发雷霆，有于命运理不赢。哈哈，我真要上京哩！上京却要跟你的官职，叫他里是身份。哼，你睁大眼睛看我此去一日三省，需要方向，走，与我上京。哼，有了这个金地，谁让你这个银地？什么戏？这是郭老师，这比升职第一级。有了他，血脉的不要是单身一条人命，就是单身8条、1千条，统统的不要上命。是此说来，你要将他释放。我不但要将他释放，而且我要请送上京都，交于郭郎。哼，你非必有此胆量。哼，我是赵子龙，万神四大，谁话同他一同？哈哈，来呀！有彩站起来，送归须上京。是归须上。我的喧哗，我的喧哗。你不要得意的太早，一旦犯在我老爷手中，定不上你给官性命。今天我可不怕你了。来呀！有彩站起来，送归须上京。是归须上京。
完了哈。但是宋小生不正是代理文武官员送来我礼，要为小姐无喜啊！小姐后事定情，实属于我自取自安，为我两省官员同来请我。下院来人不可怠慢，但请边关少台是。陈朝，我吩咐。陈朝，西安府可有什么消息？陈朝与这位知道，小姐可以书信回去。没有啊，哎，老爷，你不是有心写进武知府吗？相爷。13道御史代理文武官员送来我礼，要为小姐无喜哎呀，老爷，你什么时候为小姐定的亲呢？哪有此事？哪有此事？说属于我自取。慢，老爷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要闹出笑话来？下院，请列位大人话听用句，民众官以礼相待。糟了，糟了！夫断所非理财，为我满朝一起来，老夫为官肃谨慎，后臣将我玩笑开。老爷，真的要后婚，那小姐啊一点都没有准备，带我去告诉于她。慢来。启禀相爷，京中督察院、通政司、花陵院、专司院各知节，还有大理团长郭老老各式人情，举备我礼，要为小姐无喜呀！哎呀，老爷，事情越闹越大了。相爷，各官还在府门外等候，要叫他们进来，还是不要？老爷，外省的官员都已经请进来了，京官怎么当家呀？家园，请列位大人话听用句，对老夫出道千机碰面。相爷中门迎接。老爷，下去。老相爷才是你。老相爷千金欢庆自己，吾等亲不来自，反而见怪。奇怪，奇怪，不顾什么？不顾老相爷选得家时，这迷而不选，这真是太不像话了。不管惊动两位大人，不管惊动两位大人，这是有此理。老夫已将此事罪名升上，升上龙颜大狱，一名王公公随后去到。老相爷德高望重，功高受用，这荣耀也是理所当然。
老相爷请。李相公，王公公，许太师，王公公，两位大人，孙子下。万岁！奉天正义，皇帝诏曰：圣上喜闻李相的前妻选得真龙花婿，龙颜大悦，请赐黄金千两，美元不赏，并御赐匾额加予贴赠，授予李相的前妻庆贺，请赐。万岁万岁万岁！我家老相爷不气。老相爷也只于此，可见是这三朝元老的忠心啊！是啊，实不相瞒，今日之事乃是天大的误。误什么呀？老相爷，今日此事已罪名深长，今日不完婚，可就是欺君之罪呀！两位大人，你我谈话，可不要误了这结社了仇。对，快请归婿出来与我们相见。是啊，快请归婿出来与我等相见。相爷，启禀相爷，西文府母亲前来拜见，夸夸传接。西文府母亲觐见。王公公、史太师、老不大，这都来了。王公公、史太师，两位大人在上，希望知府均有礼。伍知府辛苦了，夸夸请起。谢两位大人。师傅，老相爷，老夫的微信你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师傅找我书中书信，那当然，此文可曾送来？送来了。下官是的下官属于这是欢天喜地，谢姑爷在西安府。什么姑爷？谢姑爷呀，下官贞观怠慢，三日小爷误着大爷。你说什么？谢姑爷来了，在门外等儿。是神来了？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来了。你把我的书信拿来。是。老相爷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。老相爷听说是女婿来了，高兴成这个样子徐太师，谢姑爷那是奉上去的大英雄大丈夫，不但武艺超人，而且身在此中。快请归婿出来与我等相见。我去。因为大圣在上，谢美定有礼。姑爷免礼。故算是一表人才。谢姑爷一表人才，满不惊人，待咱家罪名身上，必是朝廷动了。谢美定，王逆子，你
位大圣话听用具，待老夫与小女冰冻一切，列结成婚去。趁草去花。这封书信是后人所给，陈朝又不是事，怎会知道？这到底是什么书信呀？你们这两股该死的贱婢！老爷，弟弟不必责怪陈朝，此信乃女儿所给。你做的好事啊你！老爷专为冤枉好生，你实际叙述属于别人，我们又是怎样得知的呢？此今满朝文武去办婚礼，后离婚事，我看你是何分别？这有何难？此今原被告举债，必须太子同礼部种子，此案定能断得一清二楚。也让各位大臣评评理，陈朝去话，起来我们再。妈，你说这明真相，你弟弟岂非欺君之才？陈超，你看是何？老爷，陈朝欺非孔明，更不管啥是是非，免得老爷啊与什么事涉转群路。菊花，你看是何？老爷，依我看啊，此事只能弄假成真，可千万不要弄巧成粗了。此话倒有些道理。儿啊，事到如今，你只有将错就错吧。哎呀，弟弟，女儿当时顺序，不过未曾也是疑问。今日故正将错去错，女儿岂非成了该结之累？儿啦，陈超，你看是何？老爷起初时都是陈朝做出了事，要跪要当。如今陈朝啊，再也不管啥事生非了。菊花，你看是何？老爷，你当初听我的那一脚，我到现在还痛着你。你啊，不提，不提。当然不许当。哦，不当，不当。万一骂，骂也不骂了。老爷呀。道理，快快有请姑爷进堂。是，有请姑爷。也许我的好延续一切也许喜不成，这真是欲表成才好身体。与我女8年成河下，霎时将儿天作成。今日并开恰中邪，千万防你要答应。
恰不知小姐心中是后意。我与妹的要紧身，玉良等一时别致，小爷婚姻之事非儿戏，须是彼此多于情。我与小姐萍水无成为儿男，是不易。煞非小姐情可许，美定山难把情缘付大英二道云，这真是正大光明的父母命，事情不用再举灯，一起犯的早条的。有情云，万万不能。菊花，你家故意，这也不义，这似乎是好啊。见了你是不义，见了我家小姐嘛，是算是定了。哦，我老糊涂了，快快与请小姐请堂。是。大糊涂，有请小姐。儿啦，姑爷一话，请得儿讲。小姐，妹的那一件草叶之服，不管做非分之想，这为免谢小姐得救之恩，故儿不愿千里来君一拜。是今夙愿以上，适当专为喜爱，告辞。且慢，公子既到此面谢小姐得救之恩，何不恭恭敬敬吟唱一礼？是啊，承蒙小姐得救之恩，妹定当面拜谢大恩。家园吩咐家去，红灯七彩，红砖铺地，请两位大神上堂观论他礼。成龙。